议员朱立伦表示，台南安平跨港大桥由新平路跨越渔港，连接烟花路，希望有效疏解安平假日塞车。目前经费已经追加到16亿外发包。嘛进一步表示，对林木娘公园到安平古迹景点只差500公尺，希望兴建人行景观桥来串联安平老街，以两座桥的优势甲安平的条件。积极来争取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安平。会中议员嘛针对高雄将仓库变成景点的成功经验甲观光效益，认为安平一定会当超越。那其实，在地方很多里长也跟我建议希望有一个人行景观桥，可以从林默娘公园到对岸的金城里活动中心。这样可以用最少的经费，带动到最庞大的效益。在10年前那时候，并没有安平跨港桥的一个计划。那现在安平跨港桥它也有兼具这个景观跟照明的所谓的观光跟人行跟解决车流的功能之外，那它其实2个桥当初要设置建议的点其实相距才500公尺啊，就是因为只有500公尺，我觉得说这个工程这个桥的经费应该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才要据理力争的，觉得说这一条是有必要的。议员报告，我们来评估看看那个可行性啊，包括桥的那个桥距，还有桥跟桥的距离，或者是桥的跨越的长度，或者是这个民众的反应，或者是上级机关的看法。我们都会把这些意见呢综合考量，再来做一个决定来跟您报告。议员会中嘛关心台南市特色公园总共37座，已经完成15座，其他时间当中甲规划状况进行总体检，希望考量周边环境，纳入当地民众的意见。对此，市长表示，伫林内特色公园第一阶段是对无到有，以后嘛努力对有到好，更加充实公园的优质内容。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